Hi Serene。咁我而家咧就緊9歐月票咧喺柏林去緊漢堡啊。咁呢個9歐月票咧就係呢3個月6、7、8月，全個德國咧都可以用9歐啦，係啦，咁就成個月啦，9歐嘅月票成個月去 travel 成個唔同嘅即係全德國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唔可以用 EC 同埋 EC 啦，即係唔可以搭快車㗎，你只可以坐慢車。咁我而家就坐緊呢個慢車喺柏林去漢堡啦，咁就需時咧要4個鐘。咁但係今日我好彩就轉咗程車，因為有時咧你搭呢個慢車咧，其實即係好多個細站都會停，咁咧就會轉好多停車啦有陣時。咁我咧就啱啱喺今日係6月24號啦，咁我就喺6月13號嗰日咧就驗咗 PCR 就 positive 咗，咁咧就發個消息喺香港啦，嗰日就翻唔到，咁而家咧就移咗去6月19號。咁啦，希望祝我一齊順順利利啦。咁所以而家就少少空檔咧，咁都其實好小心啦。本身都諗過不如就留喺柏林，唔好再周圍走啊。咁樣啱啱好翻。咁你平時咧，你覺得其實如果自己再小心啲。Nächste Station Bad Wilsnack. Sehr geehrte Fahrgäste, bitte beachten Sie beim Aussteigen den Spalt zwischen Fahrzeug und Bahnsteig. Ausstieg in Fahrtrichtung rechts. 叫 Schweden 嘅站咧，咁我就會落車啦。咁咧，今段片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好翻咗之後嘅一啲或者成個經歷係點樣啦。其實咧就我覺得同普通嘅感冒咧差唔多，每個人嘅一啲 symptom 都唔同。我嘅 symptom 咧就其實我覺得最嚴重都係頭痛咯，頭痛都好緊要咯。咁我又冇乜點有少少咳啦，但係又冇乜好嚴重嘅咳。咁我就覺得食嘢就好似冇咗個味覺冇以前咁好啊，真係。咁鼻塞啦，而家都好咗啲嘅，因為我琴日食咗啲辣嘢同埋去咗打邊爐。喺屋企打啫，其實唔係去咗自己整咗一個煲咁樣。咁就同埋都好多謝呢個我個 host 小果啦，個蒙古女仔咧，佢即係我 corona 嘅時候，佢都冇趕我走啊，冇嫌棄我，因為本身我就喺佢屋企借住10日，咁我就走。但因為呢個計劃，因為計劃有誤啦，即係打斷咗嗰個計劃，咁所以我就要喺佢屋企咧就留耐啲。咁但係今次咧，我自己咧就覺得即係我覺得啱啱好翻，小心啲保護自己。其實去邊咧都一定有風險㗎啦，但係我又冇理由完全話我唔出街咁樣，即係 isolate 咗自己一段時間啦，觀察住自己。咁最想講嘅就係最緊要好好保護自己，做足啲消毒嘅措施啦，一定要戴口罩啦。我之前喺柏林嘅時候咧。